好杀者。大家好，我是杨一奎，分享所看你阿礼拜的。小的斯堪普。请问你哋拿那翕相机都来翕嘛个啊？我们要来学习如何拍纪录片啊。纪录片？那你今天真的来对了，因为只有我斯堪普绕墙的过年游记过小看地图翕纪录片算是大挑名的，宜兰的北上国小，我哋做的主题叫做来比家乡破天涯。2005年批出宜兰的北新国小有5届而夺6年级的同好，用了2.2年为家乡拍一出纪录片《天满》，让片讲出来宜兰农产局下增加老天消失的问题。轻快又熟悉的旋律，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宜兰歌谣。小时候曾经听妈妈说过，出外打拼或求学的宜兰人，每逢假日搭着火车回家，穿越雪山山脉，一座一座的山洞。明暗间的光景之后，眼睛所看见是太平洋上的龟山岛与一望无际的南洋平原。没错，宜兰到了，离家更近了。妈妈说过的话还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但是我的眼睛无法带领我的想象。自从雪隧开通以来，交通便利，观光流动人口变多了，带动地方的繁荣，吸引更多人来宜兰定居或置产。昔日绿油油的农田也一块块的减少。奇怪的是，农田不种稻了，改种房子。绕每六金山为今杯讨论揭开序幕，今日现场绕场段是家看到的纪录片《北上国小》记者带来的天满，现场就3届记者的现在，但还有2届为了参加，请你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曾洁玲，然后我在《填满》这部片当中担任的是配乐的工作。大家好，我是黄淑凡，我在《填满》这部片当中担任旁白的工作。大家好，我是林佑荣，我在《填满》这部片当中担任摄影的工作。先谢谢3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首先，你去改写哦哈，你跟他们都是一样年纪，他们拍的纪录片得奖无数，备受肯定。看到人家有这样的表现，又是柳琴，又是空拍机，
怎么样？你感想是什么？我的感想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同样年纪，但是他们却做出来这么伟大、这么好的事情，然后我却做不到。哦，他觉得你们很了不起，你们怎么能做到这么伟大的事情？你们自己可以谈一谈，他的这段话带给你什么感受？其实就是只是用自己可以做到的方式，然后来关心自己家乡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书凡练那个口白练得多久？好不好讲？其实不好讲，因为我觉得我很多地方都会卡卡的，就是会念错音，就是会把不用卷舌的念成要卷舌，就会 NG 很多遍这样。那怎么精进？你怎么学？怎么让这件事情做到尽善尽美？因为我平常在家里的时候都是比较喜欢看新闻，然后所以我就会去听那个主播的咬字，然后还有速度。但是我感受到你的情感，在你的开场白那一段，一开始就是你讲的嘛，对不对？我觉得你讲的那段话，就算我闭上眼睛，因为我们都去过宜兰，可是我们对于宜兰的这个图像不是这么清楚。可是透过你的 OS， 透过你的口白，我就看到你讲的那些画面，所以我觉得你讲得很好。谢谢。请问空拍机也是佑荣操作的吗？我们是每个人都会操作，所以就是会大家轮流去使用。听说你们拍了快300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只是拍摄记录的时间，那实际上的工作时间一定更胜于此。对你来讲，印象最深刻是你觉得最辛苦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使用的是电影摄影机，然后就是它比较特别，就是在摄影机上面看的时候会感觉有对焦，可是回去用电脑看的时候，有些都会是模糊的。哦，一放大才知道焦没有合到，对不对？对。杰林呢？而且你自己有在学这个柳琴，是不是刚好学以致用？因为刚好那时候我在学柳琴嘛，那因为它的那个就是它的音色比较古朴，然后那个韵味也比较十足一点，然后就是我们觉得它可以充分的表现丢丢筒的情感，然后所以我们就想到要用那个流行弹丢丢筒。其实我的爸妈一直很不放心我去拍纪录片，就是怕我遇到危险。那你们的爸妈会去 care 你们就会不会遇到危险啊，或是安全之类的问题，而阻止你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吗？其实就是他们都蛮支持，因为就是在要报名之前，我们都会先就是跟他们说明一下，就是我们拍片这件事情是要做什么，然后要干嘛的，然后他们就是听了之后也是很支持，然后因为他们也很放心，因为有老师的陪伴，而且又有这么好的师资，然后可以来教导我们，他们就觉得说，很放心。就是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刚刚说老师有给予你们一些协助嘛？那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老师主要给予你们的帮助是什么？对，就是老师会负责当司机，带我们到就是拍摄的地点，然后如果我们有机器上那种就是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老师也会去请求老师协助。可是就是老师也不会干涉太深，就是让我们自己去摸索，然后就是不会的地方再问他这样子。所以今日記得講到其實呢一出紀錄片係5屆選擇向下完選嘅，所以下邊所睇一下，另外2屆選擇都知道扮演乜嘅角色，叫到拍片嘅過程又到哪啲呢？上午都係狀況，向來看呢個禮拜嘅社會太天窗。對住嘅紀錄片地圖，天班嘅朋友團隊訪問嘅當多，關係農場門體嘅人，然後嚟其中幾團，向來看幾條採訪嘅內容。宜兰其实是我们自己生长的故乡，然后农舍一间一间的盖起来，然后农田一间一间的消失，其实觉得是很遗憾，也会觉得小时候那种很快乐在农田里骑脚踏车，然后你会吹着那种徐徐的微风，会闻到一点稻香，那种感觉渐渐的消失了。针对农地农舍议题，宜兰未来的农业发展有什么期待与解决方法？我们访问了宜兰县政府农业处处长杨文全叔叔。盖了7600栋，我们宜兰，其中有60%，也就是说大概在4000多栋都卖掉，就是超过一半以上都卖掉了，所以那都不是农夫真正盖来要自己住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很不好，因为这样再盖下去，宜兰的田都会不见。审查上面，我们只要依据法律，那很认真的来审查。那因为以前呢没有很认真，所以我们也公开道歉，就跟大家道歉，说以前我们不对了，以后我们要好好的管这样子。已经有这么多人在想办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我们也想知道住在农舍里，属于农夫第2代的想法。现在的年轻人因为觉得说种田耕种，他能养活自己，但是他不能养活一家人，所以一般的话，单单用自己的农地来种田的话，他也没有办法说去养活家人，所以就是还是要去找工作。那一天这样2/3是违章。这边也1/3是违章，也还没被查到啊。一直丢一对啊，一直，他也不敢盖了啊。对啊。他也不想拆啊。我这样子弄了，花了几百万，我要拆掉。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要看政府如果去规定，不要让一些投机客来把这个农舍变成说他们的度假地。这些都需要长时间的讨论与沟通。土地与环境是属于大家的，未来也是我们这群小孩要面对的。最後咧，前行嘅蛇屋立衝上嘅單元，加，你阿哲從一面對這樣些我唔敢講話哈。下半場有2位他們的男同事們來加入，來，你們先自我介紹一下好不好？大家好，我是蔡成偉，在填滿工作主要負責導演。大家好，我是黃俊傑，我在填滿這部片當中主要負責訪談的工作。就是我想請問2位，就是你們拍完《填滿》這部片，有沒有對你們家鄉有新的發現或者是認識？1是還好，5是認識的非常多。增加很多的，剛剛變成4或是5，那其實跟原本認知的差不多，就是1或2。哦，你們都確定了嗎？對。那為什麼是4？以前依然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我頂多只知道我們家裡發生什麼，我們學校發生什麼事情。但是現在呢，經過去年那個暑假，我覺得以前我都覺得農舍蓋在那邊，哇，好漂亮哦，然後就這樣看。但是現在就覺得雖然很漂亮，但是跟農田顏色也會感覺不搭，然後就會覺得很奇怪，然後蓋在那邊也覺得不是很好。就是我本來。對於家鄉有發生農田在瑞典這件事，我幾乎就是不了解，然後我可能也不會去關心。那現在拍了這部片之後，我現在又看到新的農舍蓋起來，我就會覺得很可惜，這樣一塊農田就這樣消失了。他們倆是用在地人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你說你去過宜蘭旅遊，然後住他們那邊的民宿，當時住的感覺怎麼樣？就是可以在綠油的稻田中間望着遠方一望無際的農田，然後綠綠的有放鬆的感覺，沒有都市房滿。那假設，如同他們說的，以後那些綠油的田都蓋房子了，不一樣顏色的房子，這樣的農田，這樣的宜蘭，你還會想去住嗎？我不會，因為那樣感覺很奇怪。因為台北本身也是，就是房子接房子，就不用特地去宜蘭這個地方去住。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你認為雪山隧道的開通是對宜蘭是好的還是壞的？1是壞的，5是就是很好。哦，2位都往下走，站定了嗎？山這個是什麼意思？有好有壞，不好不壞。有好有壞。你可不可以說看看你觀察到的好跟壞？開通當然就是交通更便捷，然後可能也為宜蘭這樣促進觀光，但是變成說可能假日我們在到處去哪裡都是人，然後可能會塞車，就是我們去一些觀光景點可能都是外來的遊客，就變成說我們也不會想要去，然後也讓
他们来观光的人就是喜欢在农田可能盖一间农舍，因为毕竟地价就是变得很便宜，然后对于土地其实就是农舍盖下去之后，那个农田就没有办法再恢复到原本的样子，然后也破坏了可能一些动植物的家。那听说你们未来可能会去拍到《填满2》，那内容是延伸你们第一部片的一些想法吗？填满2，我们是会，因为填满1，我们拍的是很多位小农，还有很多位政治人物，但是我们只知道都是大概知道，但是我们想要填满2，我们想要缩小范围，我们想要变成几位小农，但是我们想要去深入了解，深入去探讨他对土地的坚持以及他的理念。谢谢2位这么详尽的介绍后。今杯對上半場嘅節目看到咧5屆填滿紀錄片嘅宣傳，大家記得針對兩出紀錄片拍片嘅過程所遇到嘅困難啦，想話傳達嘅理念。我哋觀眾朋友對你嘅節目睇到短短嘅片段，看到哪個節目，係講很想看很難完整嘅，就在上到 YouTube 去進一步嘅小心做清楚看得到。所以先歇看一下下半場，我哋進行2禮拜。小愛看世界。流量結束過後，填滿團隊特別同一條社會示範用嚟用紅學機，老遙控比樣機冇共用，出題叫入邊鏡頭用 GPS 天地嘅各個機，行做地當半天呢，對定各個方向直接避過去來攝出圖片實際嘅鏡頭喎。哇！填滿團隊真勁係一點讚呢！歡迎來到社會看世界單元，非常歡迎家係特別來賓俊傑嘅今日你。大家好，我是黃俊傑。來，俊傑你是特別來賓，你第一次來，我優惠你。原本你們3個如果都答對，9題都對的話，我戴頭套。今天只要你3題都對，我就戴。加油哦！來，我們來看第一題。這是希拉蕊嗎？哦，希拉蕊，他是哪一國人？美國。美國的什麼？總統候選。很棒哦！來，我們來假設在華府好了，華盛頓，美國在這邊。中間這位是誰？有人認識嗎？俊傑有沒有看過他？不認識。這個國旗你有沒有印象？德國。哎呦，德國在哪裡？德國在歐洲這邊，應該是在這一塊。好，大概在這個位置哈。第3位是柴契爾夫人嗎？好，題目來了，給你們提示。誰不是治理國家的最高元首？哎嘿，來，假設你覺得希拉蕊不是治理國家的最高元首，你就拿起手上的牌子轉到台灣獼猴那一面。假設你覺得梅克爾不是最高元首，你拿起牌子，然後就是台灣黑熊。如果你覺得這位女士沒有講出來是誰，沒有人知道她是誰嘛？是英國的那個，不是嗎？我能跟你說，你可以講一下是誰嗎？我講了你就知道啦。那你可以猜他呀。應該是英國的那個哦。好啊，那你就猜他，要不要？英國在哪裡？我們把國旗放上去。英國也是在是在英國嗎？有一個英傑厲害的，確實是英國，好不好？這樣提示夠明顯了吧？我講他是英國了。好，那我知道是誰了。好，你們答案是什麼？你覺得是這一位？因為你沒舉牌子，還是你還在思考？還在思考，再給你3秒鐘。俊傑，你覺得是哪一位？這一位就不舉牌子，其他2位就舉對應的牌子。俊傑，你想好了嗎？出示你的答案。我不舉。你不舉，所以你覺得是他？哦，你是因為跟着派大星嗎？沒有，沒有。為什麼你覺得是他是誰？剛剛我好像聽到他是候選。很棒哎，你有聽到關鍵字哎。答案是來，我介紹一下，這個希拉蕊是誰？是前總統克林頓的老婆，她現在要參選美國總統，她是民主黨她已經是候選人，但是她還不見得會成為，對，所以她不是國家的最高領袖。那這一位呢，是德國的總理梅克爾，這是 Theresa May， 英國剛上任的首相梅伊。哦，啊，好，哎，我看這你應該帶得下吧，哈，來，準備啦，下一題。所有線索都不要放過，給你5秒鐘，剩3秒、2秒、1秒，給你提示你就知道找什麼了。哈，你覺得房子怎麼會這麼豐富的色彩？是你知道光雕投影秀，還是就畫出來？
哎呦，小家伙速度很快啊！1比1画。是因为他们影响你吗？还是你觉得就是用笔？有可能房子用1比1画吗？你去想这件事情，这么多房子要画到什么时候？很多人。很多人，哎呦，不错哦，有可能。所以你呢？你为什么觉得是用1比1画的？就光雕球影这边应该不可能，就是因为光雕球影就是用投射出来的，然后这些植物应该也会有颜色。你看得很仔细耶，不愧是小世界之王哎。好了，我们要公布解答了。我离头套越来越近了。答对2题，来，恭喜你们答对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你看有没有？因为你看那个房子很丰富的色彩，其实是用这么小的笔一点一滴画出来的。然后你看，开始放大这个局部。是在哪个国家？我给你看地点，你猜得出来在哪里吗？在这边。这是哪里？在哪里？美国哦。哇！哎，新同学。好厉害！有经纪约吗？要不要考虑加入小欧事件部啊？哎，帮我签一下这一位好不好？很棒啊！来，墨西哥好，最后一题哦，俊杰，你想看我戴头套吗？想。好，来喽。Who is this? Police. 什么是 police？ 警察。好，题目是。这还是被攻击了，还是他攻击别人？哦，你觉得他被恐怖攻击了？应该是。有几个弹孔，好可怕哦！哎，可是你们发现一件事情，这是什么？车位前面它没有弹孔，可是旁边都有弹孔。所以跟这个有关系吗？我觉得他应该招手，不是发动。对啊，招手为什么不打他？假设你要。哎，对哦，你讲有道理。对，要换对。可是我觉得就是招手绝对不是发动。是因为我故意引诱你换，所以你不想换是哪一个？确定吗？各位。等一下。3秒钟、2秒钟、1秒钟，要不要换？不换。我换，公布解答，耶！不好意思，差一点点我就戴头套了。不错，还不愧是小王子，有没有？好，返回1层了。他在法国。法国在哪边？法国在哪一州？欧洲。好，法国在德国隔壁。好，法国南部的一个城市叫尼斯。然后大家看几张照片，在尼斯发动恐怖攻击，这是现场。他就是发动恐怖攻击的武器，他把那台卡车当作武器去撞路上的人。那到底而家事情有冇發生？現場嘅情況要啲警察，強烈個下背呢一團 PCR。法國國境嘅監部當當人後期土格嘅素材尼斯發生嘅恐怖攻擊，啲開始人佔到黏啲嘅看天發炮，恐怖分子就使定一台大貨車自動入嘅去闖人。嗰時一到人就像柏林橋嗰樣嘅本土大鼓衝到逼出去，一直到一個恐怖駕駛本警方打死，也從大土石上停下來。土大鼓嘅東風玻璃殼，那就係自彈嘅孔，有2公里安裝嘅大路殼，因那嘅都係血，有230人創傷，84人死亡，也係法國1年半來第300嘅重大恐怖攻擊。法國政府就宣布全國哀悼3日。因為社會看世界，可能很多相片，唔啲3個社會印象最出名係哪張？你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一件事。這一件事情，為什麼讓你印象最深刻？就是他們一筆一筆這樣畫，然後也就是完成了這件看起來不太可能的事情，而且都畫得很整齊，然後就會讓人看到就覺得非常特別。我選擇是房子的那一張，因為我覺得他們那個可以說村落居然可以因為觀光效應去做這一件算大工程，而且要每個住戶都同意。之前台灣也有一個專門在畫彩繪樓梯，然後原因是因為國外也都有在做，很多流浪藝術家，他們就會利用樓梯去發揮他們的想象力，畫出一些很漂亮的藝術品。那我想這個房子可能不單只是觀光，也有可能是藝術家一個發揮的空間，可是大家認同的一種藝術。房子也能變成畫布。以上就係呢3個時候，記得會顯示啲填寫條線嘅觀眾朋友，對你嚟講，印象最出名要係哪張？也是2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收看。那精彩內容，下週禮拜六下午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小歐4天譜，希望大家，謝謝。
棒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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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阿展呢？你对于他们这样的表现，除了佩服之外，看了他们努力的过程，有没有什么特别激励你的地方？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请教他们，他们怎么做到的？